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3篇，哈巴谷书第2章12节到20节，马可福音11章12节到14节，20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。每次看到民间宗教的迎偶像的这种事情，心里就非常的难过。一方面是因为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宁可相信那个人手所刻的木头、石头的雕像，并且拜到这样五体投地的崇拜。另一方面是因为感慨追求真神敬拜的基督徒却没有偶像崇拜的火热，特别在传统的正统教会宗派里面，我们似乎太过理性了，我们都需要被圣灵来兴旺我们，并且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能够有信心，面对困难更坚定的相信。哈巴谷书第2章12节到20节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困境。经文说，你遭殃了，你以罪恶建成，以凶恶立意，你所征服的国家，他们的劳碌尽归土壤，他们所造的都付诸一炬。这是上主万军统帅的作为。但是正像海洋充满了水，大地将充满对上主荣耀的认识。你遭殃了，你在愤怒下侮辱了你的邻居，你使他们像醉酒的人一样摇摇晃晃，你也将饱尝耻辱，失去光荣。你自己要因酒醉而步伐蹒跚，上主要使你喝你自己受惩罚的杯，你的光荣将变为羞辱。你砍伐了黎巴嫩的树林，现在你要被砍倒了。你杀戮了林中的动物，现在这些动物要惊吓你。这事会发生，因为你杀人，你侵犯了世上的人和他们的城市。偶像有什么用呢？它只是人所造的除了说谎，他说不出什么来。造他的人去相信他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连说话都不会。你要遭殃了。你对一块木头说醒来吧，对一块石头说起来吧。偶像能启示你什么呢？它也许有金银包裹着，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。上主在他的圣殿里，地上万民都应该在他的面前肃静。耶稣曾经用这个无花果树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。如果没有热忱，没有信心，没有见证，没有福音的果实，那就失去了上帝的恩福，甚至失去了生命。但若是没有信心，是可以移山的。马可福音11章12节到14节，20节到24节，耶稣基督信心的教导。说第2天他们从伯大尼回城，在路上耶稣饿了，他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，长满了叶子，就走过去，想看看树上有没有果子。他到了树前，只看见叶子，因为那时候不是结无花果的季节。耶稣对着那棵树说，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都听见了这话。第2天一早，耶稣和门徒又从那一条路经过，耶稣看见那一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死了。
彼得记起这件事的经过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你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死了。”耶稣回答他们：“对上帝要有信心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对这座山说起来，投到海里去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确信所说的一定实现，这事就会为你们实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相信是得着了，就会得到你们所祈求的。”赦免人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却是信心的功课，是基督徒都应当学习的。诗篇第3篇，上主啊，我竟然有这么多的仇敌，有这么多的人攻击我，他们谈论着我说，上帝不救助他。但上主啊，你是护卫我的盾牌，你让我得胜，使我抬得起头来。我向上主呼求援助，他从他的圣山应答我。我躺下睡觉，我睡醒起来，上主都保护我。纵使有千万敌人围困我，我也不怕。上主啊，你来吧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吧！你击烂我所有仇敌的面颊，敲掉了作恶之人的牙齿。胜利从上主那里来，愿他赐福给他的子民。谢谢上帝赏赐救恩，呼召我们成为门徒来学习，成为使徒来领受差遣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学习倚靠，坚定的相信胜过困境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